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6年7月15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；俄巴底亚书15节到21节；马太福音13章第10节到17节。今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得胜。黑人的灵歌 We Shall Overcome 是一首美国民权运动中间上有代表性的精神的一个诗歌。伫马丁路德金恩博士的带领下面，黑人的人权运动常常用这首来鼓励安慰民权运动者。这甲意大利的作曲家威尔第的歌剧这个纳布卡中间的一个Vampesiano 的去吧我的思想去吧我的思想同款，常常被用来做争取人权、期待得胜愿望的一个诗歌。台湾30几年前，由原伫这个戒严的时期，伫当初时的党外民运的团体也常常采用黑人灵歌 We Shall Overcome 做街头运动的诗歌。当前是迄种的气氛是安尼啦只要党对国防部的系统发布命令，军人就会当杀死抗争者，甚至伫特殊营区周围，比如讲牧师做兵的时咧管弹药库，若有不明的人员出现，军人就会当有着受稳准来无责任来开枪。这种的戒严的气氛，人民悠然咧争取自由，实在是冒着性命的危险啦做着今仔日台湾民主，诚做国际所注目、所学乐。当初时的奋战的精神 ，We shall overcome， 实在就已经实现啦拄则讲到这个威尔第歌剧中间这个Vampesiano， 这个互犹太人用来争取自由，并且真广泛来称伊做希伯来奴隶的合唱歌。流亡受掠的以色列人，因期待着迄个看袂到的胜利甲自由。俄巴底亚书15节到21节，先底的话就安尼讲着：上主审判万国的日到啦，以东你安怎来对待人，人嘛要安怎来对待你；你安怎做，人嘛要安尼来互你受报应。恁伫圣山所啉刑罚的杯，周围列国嘛会刷落去啉。你会继续啉灌甲醉，到对地面消灭。锡安山得要有存落来的得救的人。这个山要成做圣山，雅各后代会收回因的产业。雅各的后代亲像热火，约瑟的后代亲像火焰，因要烧以色的后代亲像地烧未过，以色的后代农村无半个。上主安尼宣布，犹太南边的尼吉夫子民会占领以东山，住伫西平山坡的人要占领非利士平原，佮收回以法莲甲撒玛利亚的土地。便雅悯人会占领基列，以色列流亡的大军会倒转来征服腓尼基，直到撒勒法。对耶路撒冷流亡去到伫撒狄的人会占领尼吉夫的城镇，遐会得胜的像锡安山。对遐统治以东国权就归伫上主。以色列人要得胜，这是上帝应允，也是今仔日经文17节到21节的重点。耶稣基督的军队者门徒要安怎来面对困难？耶稣基督被掠受难，因失去性命的时阵，因期待得胜的。耶稣基督提醒门徒讲，因已经得到迄个上宝贵的应允
会当听到上帝救赎的预言，安尼人就应该爱满有希望，期待着得胜。马太福音13章10节到17节，耶稣基督甲伊的门徒安尼讲：门徒来问耶稣是安怎哩对群众用譬如甲因讲？耶稣因讲：天国的奥秘已经有互恁知，毋过无互因知，因为有诶要互伊搁较济，有济到有剩，无诶连伊所有诶嘛要甲伊抢起来。为着即个缘故，我用譬如甲恁讲，因为因看嘛看无，听嘛听无，佫袂了解。以赛亚的预言拄伫因的心上应验。恁听佫听袂了解，恁看佫嘛看袂看见，因为即个子民的心已经钝，耳壳已经重，目睭壳。若毋是安尼，因的目睭会看见，耳孔会听见，心会明白，会回心转意，我就甲因医好。毋过恁真有福气啊，因为恁目睭有看见，耳孔有听见。我实在甲恁讲，以前有真济的先知甲义人想要爱看恁所看见的，也无看到；要听恁所听见的，也无听到。诗篇139篇第1节到12节、23节到24节，咱已经连续读2天，就请兄弟家己来读。感谢上帝伫阮上低调、上无力的时阵，赏赐救恩，求主帮咱坚固阮的信心，互阮军队主的脚步靠主得胜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，阿们。